有外国媒体报道，咱台湾渔船的有击退外籍远洋渔工的情形。今仔日早起，这职业工会甲民间团体是去到劳动部来抗议，希望讲这远洋渔工的权益会使受到劳基法的保障。嘛指出，咱的政府呢应该爱改善规个制度甲程序，保障渔工人权，保障渔工人权，守护海洋正义，守护海洋正义。有外国媒体报道，台湾渔船涉及太外籍远洋渔工，早起民间团体去劳动部抗议。民团指出，远洋渔工无适合劳动基本法，嘛无强制爱保劳动职业灾害保险。即使渔工伫船顶受伤，却无法度得到赔偿。伊嘛呼吁政府修法，要求所有远洋渔船拢爱安装 WiFi， 互渔工伫海上有法度随时求救。在海上的远洋渔工，当他没有 WiFi 的时候，如何打1955来跟劳动部来反映他任何的劳动的这个相关的事务？职业工会建议各大重要渔港爱设救援站，渔工上岸会当随时得帮助。民间团体批评，目前的劳检是等渔船靠岸才检查，根本无法度反映海上工课真实的状况。不管是对于船上的设备，对于安全卫生的设备，还是对渔工的访查，它都是在岸边做的，它完全没有在渔船在海上实际作业的时候来做检查。我们要求，不管是劳动部还是渔业署，都应该针对我们的渔业做正式的、全面的劳动检查。针对这个诉求，劳动部回应，未来继续和各部会做伙合作，去保障外籍远洋渔工的权益。台湾是海岛，远洋渔船的数量那是全球第二，当年的产值嘛超过台票400亿，能力有多强，责任就有多大。民间团体呼吁劳动部，让渔工适用劳基法和职灾保险，保障外籍远洋渔工的权益，也让台湾渔业通永续发展。记者魏宗林、贾桂林台北报道。